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花火迎春系列活动是台南地区非常知名的元宵节庆祝活动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与。这个活动不仅有壮观的烟火秀，还结合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民俗表演，让整个活动更加丰富多彩。2025年的活动资讯：活动日期2025年2月8日，星期六。主要活动：东门城迎春礼，上午9点至11点半，遵循古礼的迎春仪式，充满庄严气氛。春牛绕境，中午12点至下午3点，热闹的绕境活动，沿途民众可以参与互动。艺文表演，下午1点半至5点半。有各种传统和现代的艺文表演，增添节庆的欢乐气氛。亚春牛踩街游行，傍晚6点至7点40分，热闹的踩街游行，可以看到各种特色装扮和表演。编春赞、抢春牛，晚上7点50分至8点，刺激的抢春牛活动是整个活动的高潮之一。高空烟火秀，晚上8点开始，结合了音乐和灯光的盛大烟火表演，非常值得一看。其他资讯：交通管制，活动期间周边可能会实施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相关资讯或搭乘公共运输前往。摄影，如果想要拍摄烟火，可以事先查询最佳的拍摄地点和时间，以免错过精彩的瞬间。注意事项：参与活动时，请注意安全，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建议提早到达，由于活动非常热门，建议提早到达，以免错过精彩的表演和烟火秀。注意傍晚，2月份的天气可能还是比较冷，建议注意傍晚。携带相机，这么盛大的活动，当然要带上相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总之，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花火迎春系列活动是一个非常值得参与的元宵节庆祝活动。如果你对传统文化和烟火秀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了。